有開發商研發俾遊客喺香港免費使用嘅手提電話 SIM 卡，可以免費無限次增值，並獲得政府嘅創新科技獎項。開發商希望政府為創新科技行業提供更多協助。香港通訊方便，隨手就可以打到電話同埋上網。不過出外旅行最頭痕嘅可能就係通訊費貴。有本港嘅科研公司同埋電信商合作，研發出一張手提電話 SIM 卡，擺入去手提電話入面，下載相關嘅 App， 啟動之後可以用到7日，基本會有50分鐘通話。若果想打多啲免費電話或者係上網，每睇一次入邊嘅廣告就會免費增值 SIM 卡嘅數據量。呢一項新技術早前獲得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策劃嘅科技獎。開發商用咗1年時間，投資咗7位數字嚟研發。佢認為政府若果要發展創新科技產業，應該提供多啲協助。因為香港呢，最主要呢，其實我覺得係嗰個開創資金啦。因為香港譬如話，你就算揾個寫字樓啊，或者揾嘅啲租金啊，都相對比較貴嘅，寸金尺土。咁成個運作嘅 cost 咧，開頭咧係唔係一般即係創業者可以承擔咯？尤其是對一啲即係年青嘅一輩啊，佢哋去創業嘅時候咧，如果有一啲initial funding咧，佢哋嘅 startup 都會容易好多咯。負責人希望政府能夠更加統一咁樣去推動創新科技界嘅發展。咁其中就係舉例，包括成立創新及科技局，認為咁樣會有助推動到成個行業嘅發展㗎。目前 SIM 卡只能夠喺香港嘅境內使用，主要係針對訪港旅客。公司已經喺本港同埋台灣申請專利，並且計劃將技術擴展去到其他國家同埋地區。到時市民去到呢一啲地方旅行，都可以用到呢一張 SIM 卡。無線電視記者陳亮君報導。